放過皇上，我跟你回去见将軍。太后娘娘，你带皇上往山上跑，我来阻止他。柳儿，那你小心。人呀，你可放过太后娘娘吧！叛徒，我要打死你！皇上。 人间正变得强大的时候，不是坚守骄傲的自尊心，而是连自尊都可以抛开的时候。李欢，我会等你。如果此生不行，那么还有来世。慢点，喂，到哪儿了？哦，您的外賣马上就到，麻煩您稍等一下。 快点的吧！好，好，好，马上，马上。你家碰瓷儿呢？看哥长得帅，是不是叫鹅哥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送什么外卖？一边玩去吧啊！喂，不好意思，我这里出了一点点小意外，我马上就赶过来。啊，马上，马上，马上。